民眾黨釋出來這立委李金秀呢，今仔日是頭一屆來質詢，也毋過內政部長劉世芳互伊點名的時，是敢若安尼坐咧，拒絕互伊宣達。這調位李筆記呢是強調講尊重李金秀的發言權，毋過嘛來尊重行政院毋免回應的這個立場，所以會當講這李金秀呢全程的質詢攏無官員徛出來備詢。有請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女士上台，謝謝。一上質詢台就請內政部長劉世芳起來，不過劉世芳敢若坐佇位的，連頭嘛無要挖，拒絕互宣達。是有請劉部長上台，謝謝。我們尊重行政院的官員可以不用上台。那時間繼續暫停，謝謝，我在等。沒問題。官員無要上台，李金秀嘛表達不滿，強調想要討論民生問題，但是民進黨煞要政治操作，閣因為質詢無官員回應，真濟擺要求時間愛暫停。行政部門這樣的態度意義何在？是否藐視國會？請主席裁示。我覺得行政立法互相尊重，那所以說我們也尊重行政院。其實所有的委員會也都會遇到，那我們先尊重李珍秀女士的發言。問到社會主體議題嘛是無人要應，李金秀要求內政部愛佇2禮拜內提出自導中心的資料給因，閣強調劉世芳若是無要應，就是代表有動議。李珍秀委員質詢開始變有問題了，那我也要抗議主席在掩護民進黨官員，不敢面對民意，請他們就是不敢站上備詢台。雖然嘛有民眾黨的委員佇現場協調，但是劉世芳佇個會議進前就已經講過啊，李金秀的立委身份受羈留的，伊會遵守法律，袂知法犯法。在事實跟法律還沒有確認之前，或者司法判決之前，其實李珍秀女士她擔任立法委員的身份是有疑慮的，所以我們會按照這樣的方式呢來遵守。那我一定不會知法而犯法。未來我想要問行政院，是不是任何一個他看不慣的立法委員，他只要用一句"我對你的身份有疑慮"，就不給他上台，不接受質詢。頭一擺質詢，官員煞無要插，李金秀批評民進黨對伊的指控完全無法院的判決。質詢是公開轉播，會讓社會大眾看到民進黨的驕傲，因為雙方攏無言語頂懸的互動，嘛讓李金秀的國籍爭議繼續發酵。記者綜合報道。